新闻，人咧讲走一时，无多走一世。5年前，台北市信义区塔北这个台警察的案件，其中一个主嫌郭树金，获法院判刑11档已经确定。也毋过伊甘愿无爱保证金偷走去中国，而且这时阵想要为厦门偷渡转来到台湾。咧金门一个上花，就互海巡署抓起来，随通报台北地检署，该抓去金门加甲关起来。 台市警察的嫌犯郭树军头砍起来，双手嘛扣手铐，和海巡署的人带上车，准备要甲伊移送去金门监狱。是你叫人到现场打人的吗5年前，信义区夜店台警察的案件闹甲真大，拢总有57个人被起诉，其中一个嫌犯郭树军嘛被判11年。不过因为伊无想要封关，就逃走去中国。这个月27号，才被金门海巡署抓到。海巡人员啊。 那透过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了解他偷渡入境所以予以查获。原来郭树军走去厦门美，不过27号下晡，伊煞坐船想要偷渡去金门，结果一个上花就被海巡署抓到，通报台北地检署了后，金门地检就代替执法，甲关起来。将来会不会办理移监那就要看他们那边是不是有这样相关的要求，或者是郭贤自己本身有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申请。 台市警察想要绕跑，不过尾也是共款，互警察抓到，送入去监狱内底豪华反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